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莎拉。今次我哋去嘅地方係埃及，一連幾集影片，主要記錄同埋分享呢一次10日9夜埃及之旅嘅所見所聞。去之前都有簡單咁樣睇過埃及嘅歷史，不過無論人名同埋地名都係好難記，而且歷史嘅部分有好多影片都有講過，甚至比我講得更精彩，所以喺呢度都唔講太多，主要係帶大家睇下食住同埋參觀嘅地方，抱住輕鬆嘅心情遊覽埃及。因為有唔少航班都取消啦，所以大部分機都搬埋一齊，咁所以而家會飛去曼谷先，再飛去杜拜嗰度轉機嘅。都係第一次親身咁樣睇到清潔員清潔飛機。2026年5月25號凌晨嘅2點48分，曼谷落緊雨。食咁多餐飛機餐，泰國呢一餐算唔差，至少條菜仲係新鮮嘅綠色啊！由泰國再飛6小時去杜拜機場。咁啱啱就到咗杜拜啦。杜拜機場其實好大啊！我哋上次去好似係 A 區，但係呢一個咧係 C 區，都係第一次嚟，所以都會再行下睇下呢一度有啲乜嘢特別嘅商品店。終於見到椰子樹啦！傳說中嘅椰子樹原來就喺 C 區啊！上次去西歐喺 A 區，所以冇睇到。呢個椰子樹下邊係賣金器㗎。有間 Starbucks，呢度仲有 KFC 啊！咁樓下有啲免稅店。係咯，咁細排都要咁貴喎。真係買牌試下。唔使啦，會用。仲有一啲精緻嘅杜拜地標紀念品，準備再飛啦！呢一個係杜拜風格嘅早餐，中東人好似成日都食呢一啲餅。搭咗19個鐘頭，終於入到埃及嘅境內啦！沙，全部都係沙，隔住電視熒幕睇到嘅景象，而家呈現眼前啦！既期待同埋興奮，一股熱氣令到個畫面都震下震下，同埋沙塵滾滾嘅風景，成個畫面都係以啡色為主啊！喺城市裏邊好少見到呢一啲畫面，所以都比較好奇呢一片荒蕪。好似新聞成日睇到嗰啲有戰事嘅地方咁，都要有一啲高樓大廈。同大家講下入境流程先。首先，飛機上如果有提供入境卡，就照填基本資料就可以啦，包括航班、出發地、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國籍等等。落機之後要即刻去排隊打入境印啊，因為呢度只有一條隊，人多嘅時候等候時間會較長。喺藍色嘅冬菇亭打入境印章，有時候等候嘅時間可能較長，冇原因㗎，呢一個係埃及人嘅辦事風格。完成之後就去拎行李，呢個時候大家都唔使心急，行李係冇咁快到㗎，記得嗰日都差唔多等咗40分鐘左右。呢一度就係開羅機場啦，而家等緊旅遊巴。而家係埃及時間下晝3點鐘左右，而家準備食第一餐當地菜。一如既往會拍攝車外嘅風景，可以俾大家睇到埃及嘅風景同埋生活。睇到有啲建築物都係正正常常。有啲好似係未完成就丟空咗嘅狀態。路邊係賣水果嘅攤檔，呢一啲就係小巴。
仲未到觀光點已經大開眼界啦。呢一度就係食第一餐當地菜嘅地方，環境都算唔錯啊，只係諗唔到第一餐已經超出我想象啦。首先係前菜，哦，佢裏邊有啲米喎。呢一碗湯除咗油油地，仲帶少少鹹嘅味道。試咗呢一款烤餅夾青瓜沙律醬，味道正常 OK 嘅。呢個就係主菜，呢個係烤雞，食起嚟肉質都比較柴。呢個係牛肉，呢嚿就唔韌，不過就好乾，好似糯米雞嗰啲咁啊。係咯，但係麻麻地好食。哦，係啊，好香。呢個就得啊，呢個就得。好乾，好似煮唔熟嘅米咁。呢個應該係由煉奶整成嘅甜品，比較偏甜。食飽飽就去睇第一個景點——階梯金字塔。大風啊，望唔到，吹到啲沙水震動啊！我都唔怕啊，唔緊要咯。哇，好神秘啊！大家行入嚟，大家行入嚟。一、二、三。好嘅，好多譬如話呢度一支柱啦，中間有或者甚至乎地下個台都會喎，大家可以向呢個位本身有個雙手交叉合實擺喺心口嘅法老神像，但係都被運走咗咯。梁咁樣嘅趴喺度，但係咧呢啲係假嘅，即係後架嘅。咁啊喺呢度嘅陣間咧，經過呢條走廊嘅時候，已經兩座柱中間咪話呢兩個台嘅，就係咧嗰啲所講嘅法老像啊，法老嘅神像就喺度㗎。全部都爛晒。呢條柱上邊竟然有狗，佢哋咁中意匿咗喺上邊嘅，呢個淨係睇到個背脊。呢一座建築物係位於埃及薩卡拉嘅古都孟菲斯郊外，係建於西元前2667年至到前2648年，距離而家超過4700年歷史㗎，高大約有62米，係第一次大規模用石灰岩取代泥磚嚟建造嘅，係埃及第一座嘅金字塔，滿口都係沙。而家就去嘴上夢，好逼好狹窄啊！呢間房有啲乜嘢呢？呢間房牆上邊有啲壁畫，呢啲壁畫都係記載住佢哋當時嘅生活，全部都係真跡嚟㗎。我哋再深入探索下，呢一啲都係當時生活嘅情景，全部都記載喺牆上邊。大家見唔見到有啲紅色啊？唔使驚，呢一啲唔係血跡，其實當時係有顏色㗎，只係俾太陽曬得多甩咗色咋。我哋繼續行。睇下其他細房先，買嘢，甚至乎將佢攞去賣。大家可以見到牆上面有部分嘅壁畫都俾人破壞咗。呢度嘅空間真係好狹窄啊，好難避免拍攝到團友。大家可以見到咩叫做大豐收。壁畫上記載住佢哋捉鴨、鵝作為食材啊。呢個特別巨型嘅人像肯定係最高領袖啊！哇！呢度真係好悶熱啊！眼前嘅門，古時稱為叫假門。古埃及人相信死者嘅靈魂可以透過呢一道假門離開墓穴，而門前上面嘅石台就係放祭品嘅地方。通過呢個假門嚟享用活人擺放嘅祭品。除咗有紅色之外，仲見到少少藍色嘅。
之後我哋就接受小挑戰，小試牛刀咁落去陵墓裏邊探索，為聽日去金字塔做一個小訓練啊！哈哈，裏面真係非常之斜，樓底非常之矮。要掹實，有得掹噶嘛？好似都幾好有嘢。小心喎！都唔係講笑，真係斜。終於見到曙光啦！呢度又要小心。哇，好神秘！哇，好清楚啊，睇到。入去就係睇呢一個，原本應該有木乃伊，不過都已經運走咗咯。而家翻出去地面咯。好神秘啊！啊！翻嚟啦！好中意啲咁神秘嘅地方啊！而家要上返個窿度。上返嚟嗰下係攰喎，又跣又攰喎。啊！出晒手汗啊！而家藍天啊！原來上嚟嗰下係最辛苦㗎，好熱啊！玩得啦，Roller，玩得啦，辛苦晒，玩得啦，玩得啦。唉，真係熱死我，帽都歪晒。雖然係辛苦，但係我覺得去落去玩係一個好好嘅體驗。到酒店時間，今晚就係住呢一間開羅希爾頓大尼羅酒店。真係估唔到，酒店都要做安檢。間酒店係對住尼羅河㗎。參觀房間時間，間房都夠闊落，因為我哋係3個人一間房啦，放多一張床都唔覺得狹窄。呢度就係露台嘅位置，對住嘅就係尼羅河啊！呢度可以望到日落啊！我哋連續2晚都會住喺呢一個酒店裏邊，下邊又有泳池，跟住呢一度呢，就可以坐喺度一路飲嘢一路睇日落，幾好 feel。最後參觀下洗手間先。呢間房嘅格局同香港迪士尼酒店接近90%相似啊！廁所都好大寬敞，又係一個歐洲式冇乜用嘅屏幕，啲水你沖涼嘅時候就會揈晒出嚟。呢度同歐洲一樣係冇提供牙刷同牙膏㗎，你要自己自備啊！就係咁多。今晚就係對住呢一個海景食晚餐，仲要係自助晚餐。餐廳環境係咁樣嘅，出去睇啲食物先。呢啲都係沙律菜。呢個咩嚟㗎？芝士通粉。然後煮菜熟食。呢個咩嚟㗎？牛膀啊，牛肺啊，牛 liver。呢個好似咖喱咁，燒雞啊！呢個係薯仔，哦，呢個都 OK。係啊。呢個係海鮮，呢個係飯，炒白飯。南瓜湯啊！
佢冇講過，佢都冇講，搞下先。就好似好結咁。係啊，好熱呢啲係中湯啊，嘅。哦，白飯有哦，有隻花好靚嘅。番茄做嘅花。呢個係肉醬意粉。呢個就係甜品區，好多睇到好似好甜嘅嘢，有啲蛋糕仔。選擇都算多，所以每一樣食少少就夠啦。食物大致上普遍都係偏鹹，飯偏硬，烤雞類嗰啲都偏柴。拎咗呢3個甜品試一試味先。甜到流啊！最後返返去酒店房睇下埃及嘅夜景，就係咁就結束咗呢一日嘅行程啦。一片令人心情平靜嘅景色啊！哇，勁大粒星影到晒喎！呢一邊應該係民居。教科書裏面睇到嘅圖片，而家呈現眼前啦，超興奮！睇巨貓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影片，記得俾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follow 我 YouTube channel 啊！記得撳埋鐘仔搶先睇。